当然是沙白鱼全台湾产量上济所在，市府农业局特别准备各种沙白鱼料理，除了传统的蒸鱼刀煮汤以外，也推出创新的食法，包括有沙白鱼挂包、沙白鱼汉堡、甲碗粿等等，希望吸引少年人拢来吃滋味，嘛打破一般人对沙白鱼有真济稀奇的印象。加上有尾仔会叮当的沙白鱼包等趣味的文创商品，相信大人囡仔拢会喜意。其中委托邀请全国民众拢来台南参加产业文化活动。虱目鱼挂包、虱目鱼汉堡还有虱目鱼酥那很多的新鲜的吃法都可以挑战年轻人的味蕾。那尤其虱目鱼是一个古老的鱼，但是有新的诠释，包括小孩子喜欢文创品大人喜欢虱目鱼的美味，通通都欢迎。那欢迎大家来台南品尝优质虱目鱼，尤其我们今年的虱目鱼的产量跟去年以前都差不多。那所以说欢迎那些好朋友们说台南的虱目鱼减产，所以造成虱目鱼价格上涨的人来多多品尝虱目鱼。市府已经连续12档所办的沙白鱼产业文化季，13号开始，陆续伫将军、客家、安南、北门甲七股等5区轮流登场。今年虽然养殖面积减少，不过产地介绍每台斤53块，比去年同期较少。现在来食到时。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